变化球种也有。哇，这一球打者是蛮捧场的，在外角低的位置，1-5-1的速球，这是徐若曦在本场比赛投出的第一次3振。那接下来可能招牌的武器就要出来啊。没有错，就是他的这颗我们说只差变速球或变速球都一样，它就是有这样子横移的效果。或许都是将来中华队的主力。是。走一颗变化球，3振出局。徐若曦在1局下半是毫不客气，连续飙出了3次的3振。最后用速球，这场比赛前面4个出局数通通都是3振的李正厚，他也在23，然后江白虎21。哎呦，话还没讲完，连续飙出5次的3振，哇，这个半局又是 strike out the side 的这种感受。再来1 K， 连7 K 了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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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。3球3振 ，Oh my God， 连8 K 了，观众朋友啊！